結婚係為咗乜？愛情、家庭，抑或一張結婚證書？兩個人一定要拎張證書先算係一家人？你以為結婚只係私人嘅選擇，其實好大程度係社會嘅安排。由經濟合作到法律保護，數字嘅背後其實係制度同埋現實嘅拉扯。婚姻點樣變成穩定社會結構嘅基石？今日同你拆解香港婚姻由數字到結構再到制度嘅功能。Hello， 我係 AY。講起結婚呢件事相信好多香港人都有類似嘅經歷。30歲未結婚，屋企人開始問幾時開始拍拖啊？35歲仍然單身嘅你，朋友可能開始介紹對象俾你啦，又或者建議你下載交友 Apps 再出發。40歲未婚，可能屋企人會話你要求唔好太高啦。但另一邊廂，我哋又見到身邊好多離婚嘅例子，甚至有啲人話結婚係愛情嘅墳墓。根據政府統計處2024年數據顯示香港去年有大概4.7萬宗結婚，按年大升近60%。同年離婚1.89萬宗，升至疫後嘅新高。初婚年齡中位數，男士就52.5歲，女士就30.9歲。從未結婚嘅人口就大概121萬，創3年嘅新高。更有趣嘅係中港婚姻佔比升至大約40%，創16年嘅新高。要理解呢堆數字背後嘅意思，我哋要睇返婚姻制度點樣發展出嚟。點解一邊廂結婚人數上升，另一邊廂離婚率又再創新高呢？其實婚姻制度並唔係天生就存在嘅，而係人類社會發展出嚟嘅一套社會支援系統。從歷史嘅角度去睇婚姻制度經歷咗3個重大嘅演變。第一個階段，經濟合作模式。古代社會結婚主要為咗生存需要，男耕女織，分工合作，賺取資源，照顧屋企人。婚姻變成咗係一種經濟聯盟，簡單啲講就係齊齊揾食。第二個階段，生育功能。工業革命之後婚姻嘅重點係延續後代，傳宗接代，財產繼承。正所謂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，就係呢個概念。第三個階段，情感結合模式。現代社會婚姻開始強調愛情陪伴，但同時保留咗前面2個階段嘅功能。但係當呢個強調情感嘅現代婚姻模式撞上香港獨有嘅社會經濟環境，就產生咗極大嘅化學作用，甚至係矛盾。去到而家呢個時代，大家會發覺出現唔同嘅情況，例如遲婚、不婚、同居嘅現象，當中都會發現唔同嘅線索。例如係社會經濟方面，高樓價、高工時、高生活成本，拉高咗婚姻嘅門檻。婚禮、酒席、禮金、居住嘅安排，全部都係實實在在嘅成本考量。另外喺婚姻文化方面都有比較大嘅轉變，由男大當婚、女大當嫁嘅約定俗成，過渡到各自定義屬於自己嘅幸福。傳統男主外女主內嘅觀念已經改變，家庭照顧者角色唔再固定喺女性身上，又或者走向雙職雙顧，一邊打工一邊照顧家庭。所以同以前傳統嘅婚姻文化差別真係好大。好啦，翻嚟現實，香港人面對婚姻呢件事通常有3種反應。第一，傳統順從派，男大當婚，女大當嫁，認為結婚係人生必經嘅階段。
唔結婚就係唔正常。第二樣，理性計算派，用成本效益去分析結婚，考慮經濟負擔、自由度、風險等等，覺得結婚要計啱數先好決定。最後就係自由選擇派，認為結婚係個人嘅選擇，唔應該受到社會壓力嘅影響，同居不婚都可以接受，甚至會將資源放喺事業、自由、個人興趣或者照顧者嘅角色方面。當然啦，講到結婚呢個話題啊，每個人都有唔同嘅睇法同埋考慮。我哋可以想像到一場家庭嘅飯局，60後嘅長輩可能會語氣深長咁講，婚姻可以為雙方帶嚟法律保障、社交嘅承認。佢哋經歷過物資短缺嘅年代啊，覺得婚姻就係安全感嘅保障。但90後啊、00後嘅後輩可能就會喺心入邊反駁，結婚其實只係一張紙，真愛係唔需要證書證明。佢哋成長喺更富裕嘅年代啊，更加重視個人發展同自由嘅選擇。仲會有人話結婚係為咗下一代，俾小朋友一個完整嘅家庭。其實每個人嘅成長背景、價值觀、經濟能力都唔同，好自然就對婚姻嘅理解同需求有差異。喺某個角度去睇啊，每一種選擇背後都會受到社會環境條件嘅影響。重點係睇清楚點樣影響我哋，再決定邊一個版本最適合自己。你會點形容你嘅婚姻路線？喺下面留言話我知你嘅睇法啦。一般嚟講啊，婚姻係社會凝聚嘅重要機制。通過婚姻，個人融入更大嘅社會網絡，增強社會團結同穩定性。從社會行為學嘅角度啊，婚姻嘅社會功能大致上涉及3個概念。第一，制度功能論，簡單啲講就係你另一半出咗事入醫院，嗰份手術同意書法律上邊個有權簽名？呢個就係制度功能。婚姻唔只係情感承諾，或者係兩個人之間嘅關係，亦係社會嘅穩定機制，連結家庭，規範親屬嘅關係，安排照顧責任，協助資源分配，包括住屋、照顧同埋教育等等。第二係角色與規範，你唔再只係阿明，而係陳師奶個仔，李先生個女婿。過時過節，你派嘅利是、送嘅禮，都係呢個新角色嘅一部分。結婚之後，好多人都會話榮升太太或者老公，代表你接受社會賦予嘅全新角色。配偶、親家甚至父母，呢啲角色會帶嚟期待、義務同埋壓力。角色配合得好，家庭就會運作得順；配合唔到就容易產生衝突。最後一樣就係儀式同埋承認。點解要擺酒？其實就係向全世界宣佈啊！喂，各位親朋戚友，由今日起啊，呢個人係我嘅自己人，佢嘅事就係我嘅事啦。呢個就係儀式帶嚟嘅社會承認。婚禮、註冊、擺酒，其實係一套公共嘅傳統儀式。透過呢個儀式，喺屬於自己嘅社群承認一段關係，而呢個社群都係嚟自你身邊熟悉嘅人，例如雙方嘅家人、親戚朋友同埋同事，建立我們嘅共同記憶。通過聯婚建立更廣泛嘅社會聯繫，鞏固社交網絡同埋信任。講到呢度，其實我想分享返婚姻制度唔單止係個人選擇，而係整個社會運作嘅重要組成部分。將結婚由私人情感放返喺社會制度睇，就會發現婚姻係一套連結個人、條家庭、條社群嘅一個公共機制。
而你點用，決定咗制度為你帶嚟嘅好處，抑或束縛。聽完頭先嘅分享，可能你會覺得有啲抽象，但只要我哋一放返落去香港呢個地方，你就會發現婚姻從來都係一件現實到不得了嘅事。講到呢度，我想分享下自己嘅觀察。喺香港呢個高成本嘅社會啊，結婚真係一件好現實嘅事。市場估算大概一個婚禮啊，平均要使大概20幾萬。另外再加買樓嘅首期啦，或者養小朋友嘅使費，每個月都要度到盡。我聽過有啲朋友分享啊，本來同另一半感情好好，但最後都係因為經濟壓力而分手。亦都見過有啲人為咗減輕生活負擔而結婚，始終兩個人一齊分擔總比一個人承受好。最深刻嘅係有朋友話我聽啊，佢哋結婚唔係因為感情好，係因為兩個人一齊抽居屋比較大機會中籤。嗰一刻嘅我震驚，有表示理解。婚姻制度喺現代社會確實變得相當之複雜。其實結婚與否未必同成熟唔成熟有直接嘅關係，而係你點理解同運用婚姻制度呢個工具。當你清楚自己需要嘅係法律名分、社會承認、家庭連結，或者係個人自由同資源配置，你就會知點樣揀最啱嘅版本。婚姻唔係千篇一律，制度唔係要你被動接受，識得用先至對自己公平。我覺得結婚應該係一個深思熟慮嘅決定，唔係因為年齡到咗就要結，亦都唔係因為社會壓力而逃避。重要係了解自己嘅需要，同埋婚姻能夠為雙方帶嚟啲乜嘢。總結返今日嘅內容啦，我哋從婚姻制度呢個社會現象學到3個 take away。第一，婚姻係一個複雜嘅社會制度，佢唔單止關乎個人嘅情感，更係社會嘅整合、經濟合作、文化傳承嘅重要機制。第二，香港嘅婚姻文化正在經歷轉型，由單一路徑變成多元路線，從傳統嘅門當戶對、男主外女主內，轉向更加多元化、個人化嘅選擇。第三，婚姻決定深受社會結構嘅影響，經濟考慮、文化期望、家庭壓力都會影響我哋對婚姻嘅理解同選擇。所以結婚與否係個人嘅選擇，當我哋理解制度點樣影響我哋，先可以主動設計屬於自己嘅關係模式。最後想問大家一個問題，你覺得結婚係為咗乜？係愛情？係安全感？係社會期望？定係其他原因？歡迎留言分享你嘅想法。我係 AY，我哋下封信再見，拜拜。